2026年台湾灯会要伫嘉义举办，即阵大拿镇公所就邀请艺术家、带社区时代来激头脑，做伙动手做高仔灯，准备伫咧明年灯会要来展出。将要用家刀豆豆啊，甲旧的高仔灯来拆开，要为这当中找到各会当利用的材料。大拿镇公所的60合适中心，请艺术家开办高仔灯的制作课程，互社区的长辈会当为头到尾来参与制作2026年要展览的高仔灯。那我们把一些旧的一些灯笼的骨架把它做一个保留，然后再赋予它新的生命，然后加上我们自己的创意为了要配合环保的观念，上课的老师用大拿镇公所7当前回收回来旧高仔灯来做修改。经过2个多月的时间，社区的长辈唔但学习高仔灯的制作过程，甚至还会用 AI 来画图，展现因的创意。这个颜色、这个色底，其实不是我主导的，是经过因的团队因家己开发，家己去构思，因嘛有先画图。我感觉今嘛，大哥大姐很厉害，甚至有人用 AI， 他用 AI 自己生成一个图。然后再上配色。因为这灯笼有没有？它就是不一样的那个动物，一个组合啊，一个组合体，然后也有故事性的。所以伊的创意性跟我们平常看到一个单一的灯笼是不一样的。丰德基金会表示，配合台湾灯会举办，镇公所利用社区的课程，让长辈会当有机会设计高仔灯，佮参与这当中的制作。长辈看到作品豆豆仔咧完成，这对因来讲，唔但是一种心理的肯定，嘛是一个真难得的学习体验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